面靠海，交关人看着视频，侪讲我还叫做皮肤黑的嘞，白里透红。等到看看我个斑斑。兰兰最后去咬脱一个鱼，一点点味道也没给。你当我讲，寻一门水塘旁的脆米，还是一门化妆品的香米。夜里向是拿来吃啊，还挺个，再浪向还挺个。第二天出发者，所有一切侪扛了帐篷后头，有点水没讲浓个味道。等到太阳一出来，哦，原来是安徽响湖头，开至半个钟头汽车，虽足有胆子。埃个地方，谭玉明本人这边个难得来事，其实挂只是你第二个儿子的屋里。流量为王，延伸一边，谭玉明故居。采菊东篱花，悠然见南山。等待太阳公公出来，发现大看得见。大家的个别墅单子，相当于谭玉明当到高祖啊，上来打吧。不为五斗米折腰。课堂边浪是里搭学生子上课的地方，如果你都真的觉得有点精彩的味道，这还讲足球功夫深。谭玉明是东京江西人，阿爹是大司马，相当于现在的国防部长。李德尧他岁报了年级书记，谁是市委书记兼军分区司令。可惜一代不如一代，导致身子碎裂。发台变成功七品芝麻官，后期了还不为5对面这样的教口下头，这组织81天随落日子。导致高祖父儿子隐居在香湖角落头，男耕女织，苦读光阴。辣60几岁的辰光，最后里穷困劣等的后半生，是街坊两节，还是包来躺平？市民情感还是不负责任？各人看法不同。对于我来讲，如果先来从文章开始，莫欲望演出不济，学生子不干，先视频不拍。冰箱里向龙肉饭、青豆子、红鳝鱼、酸菜鱼、欧米饭，统统坏脱。英国开枪有中的牙齿马上拔脱。来来面皮当我讲，妈，反正你有3000块你退休工资了，大头吃不做吃翻脱是一少。你哪可以为这5斗米还抖音包包呢？想想吧，如果大家侪像谭玉明好，大学生不寻工作，医生不看病人，老师不教学生子，理发师不剃头，厨师不烧菜，教师又不开车子。这种结果谁是进化成干花子？实体摊贩在现实生活当中，穷是除脱生病以外最可怕的事体。亲眷看不起，朋友看不起，子女看不起，男人看不起，高主播看不起，就连自家爷娘也看不起。即使谈话有几个千年流量，还不能改变谭玉明最终辣海儿子眼睛角里的形象。观景台上下来，一排连天的屏风，黄山、四里红村、油菜花，侪是我2007年自驾游去过的地方。分享那个是当初一部车子上的5个人，现在一个副机动，一个白眼狼，真的是白米饭画个西装士。最高屏风侪是同心圆长廊，一个接一个书面圈圈，是1998年过后的安徽人为这5对面相出挂带的震撼见证。从同心圆出来，踏进埃个门堂子，侪是一只图书馆，满满一缸天乐书，而且都泡烧个用场，废书不流外人田。还有人讲是为之棚好，古代房子没结构，没自来水，没好气，烟酒。当地泡烧个用场嘛，只有包了海个人晓得。辰光真的快个，2个钟头一眨眼睛，也散了在。临走之前，再来看看埃个棚楼，虽足有，包了现在讲，侪是困了3000块的退休工资浪向，吃死不活。